对方是一个胜场终结率100%的狠人啊！哇，好有快啊！好有是，先腾空，啪，一个卡夫踢，又快又准。球击轮周以冷著称，没错，速度极快，冷吸冷肘。上一场比赛其实也是让大魔王上阵法吃尽了骨头。是，对方挨了第一下之后，我相信可能不太想再去碰对方的卡踢了，是，有点不敢往前进了，是。很自信，很冷静啊！这种内回促的动作其实真的是很少见。球伦最早是散打出身，防摔，漂亮，带倒对手，这个扭身，摁住对手，一个手摁住对手头，往下施展砸击，哇，摁准了，肘击切肚子，经验很丰富。球伦面对过很多的像这个亚洲柔术锦标赛的冠军等等，但是藏族骑士从来都没有虚过。啊，捂口鼻，这个是允许的，是的啊，干扰对方的一个呼吸的节奏。这个位置压住之后，你看球伦横四方压头，对方想要起桥，是拳头要小心，好的打扣，蟒蛇脚当上了，蟒蛇脚看有没有很紧这一下，是有过一次相有过的，看一下还在找，结束了。球击轮周再次使用蟒蛇脚降服对手，并且是第一回合，哇，非常的完美的蟒蛇脚。